你可能從未真正思考過，自己喺呢個廣闊無垠嘅世界入面，究竟扮演住一個點樣嘅角色？人人都喺度揾緊自己嘅定位，追尋價值，但你嘅身份，其實遠比你想象中更為尊貴同有意義。今日，我哋將會揭示一個關於你個人價值嘅永恆真相，一個能改變你生命觀嘅啟示。喺聖經嘅出埃及記入面，上帝親自向以色列民立下咗一個神聖嘅約。喺西奈山腳下，他宣告，如果佢哋遵守他嘅誡命，就將會成為他喺萬民中嘅寶貴產業。呢個唔單止係一份約定，更係一份充滿深切愛意同堅定承諾嘅宣告，表明上帝對佢哋嘅揀選同珍視。出埃及記19章5節清楚咁話，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。呢句說話跨越咗時空，直接對你講，你並唔係偶然存在，而係被特意揀選同愛護嘅。你係上帝嘅珍寶，擁有獨一無二、無可取代嘅價值。請記住，你嘅真實身份，就係被天父深愛着嘅珍貴兒女。